大家好，我係蔡錦濤。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呢？就係好多嘅經文，我哋可能都好熟悉，但係有陣時讀起上嚟嘅話呢，就覺得離開我哋好遠。又或者睇得懂嗰個嘅文字，但係未必真正明白當時發生咗咩事。其實好多時候問題未必係聖經太難，而係我哋少咗一啲嘅背景。例如點解撒瑪利亞人同埋猶太人嘅關係咁緊張呢？點解耶穌講到好撒瑪利亞人嘅時候，聽眾會感到震撼呢？點解保羅經常會提到佢嘅羅馬公民嘅身份呢？又或者詩篇、先知書、啟示錄，究竟係乜嘢嘅歷史處境之下嚟到去寫成？當我哋了解當時嘅歷史文化、地理環境同埋生活世界，好多原本睇似陌生嘅經文，忽然會變得立體起嚟。所以喺呢一次中環聖經背景嘅講座之中，我會同大家一齊去從歷史、文化、地理同埋考古資料等角度，重新嚟到去進入聖經嘅世界，睇睇背景點樣去幫助我哋更深入去理解上帝嘅話語，亦都提升我哋讀經、查經同埋研經嘅興趣。如果你希望讀聖經唔單止只係停留喺文字嘅表面，而係更深入去明白經文原本嘅意思，我誠意邀請你嚟到去參與呢一次嘅聚會。7月24號星期五晚上7點半喺尖沙咀潮人生命堂聚會，免費入場，自由奉獻，期待到時見到大家一齊走進聖經嘅世界。